在魏城的时候，我们通过杀马肥来维持生计，通常管这种情况叫砍柴。大祭司，你怎么会有神符师？我的剑很准，我的刀还可以更快。我能否与修行者一战？你一个普通人，竟想与修行者作战？如果昊天注定你无法踏上修行路，你又能怎么办？明明都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哪怕有一丝丝的可能，我都不想放弃。嫂子，耶。